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4月初9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新闻头起先来看，咱的总统蔡英文打伫美国会见因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结束，回来到台湾。中国军方就宣布，初8到初10连续3天要伫咧台湾周边做演习来反制，而且昨中国的军舰佮含咱的海军距离我甲无到3海里，看到是真紧张。针对这件代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嘛呼吁中国北京着爱准则行动，唔通想想要改变台海现状。发布影片，强军东部战区宣布，初8开始到初10连续3天进行环台岛战备警巡甲联合利剑演习，包含台湾海峡甲台湾北部、南部、东部海空域，减至错袂会意味真高。你现在已经严重破坏地域和平、稳定及安全，请你立刻转向驶离。如果你继续前进，我将采取驱离措施。中国台湾舰初8下晡接近台湾海峡，穿过台湾海峡中线，台湾海军迪化舰担当第一站护卫，阻挡台湾南越线，双方23日以来有关紧张情势。此次中国大陆超沿海域诸多位于国际重要航道，除以违反国际海洋法外，亦严重影响船舶航行自由与作业安全。总统蔡英文结束甲美国访问团的交流，也马上回府来听简报整合台海情势。根据国防部统计，到初8下晡4点为止，总共查到强军歼11，空陆客丁国型机有71架，其中超过中线甲近日西南空域45架。这段期间，我们的地面部队正常执行战备演训，并且加强区域联防跟营区安全防护。防空部队也严密搜报目标，强化防空及突发状况应处。美军第7舰队初7暗时也公布明尼斯号航艦列东海正常营业，佮受挫海上演习画面。学者分析，强军是要展示缓解日区域固知战力，美方是展现强大海权加压定力，双方拼场意味真高。北京当局保力恐吓台湾，反倒但是因应中国国内政治需求。他一旦站稳了那个对台湾方面的强硬态度、强硬立场之后，他因为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煽动的过高的关系，他并没有办法后退。采取太软的回应的话，反而会突然危害到他统治的正当性跟合法性。学者认为，甲去年佩洛西访问台湾时阵的回应比起来，中国应该爱站在军事恐吓的猎头，避免事态伤过升级。不过也有温柔，独裁国家的理性决策角度，甲民主国家重视方向可能无同。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带团访问台湾，昨和咱的总统见面。蔡英文是感谢美国国会透过立法来落实确保台湾安全的保证。那麦考尔嘛强调会尽全力来打拼，除要维护台湾的武器跟交会，也有协助台湾的军事训练。Woman, I Taiwan。用中文大声讲，阮爱台湾。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带团来台湾，总统蔡英文初8中昼特别献5言款台。总统是讲，美国国会是推扫台美关系关键力量。伊即届过境美国，则拄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交流，真感谢贵宾用行动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谢谢美国国会透过跨党派的合作，以立法的方式实践对台湾安全的承诺，纳入多项强化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支持台湾提升防卫战力的倡议。And as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I sign off on all foreign military sales, including weapons to Taiwan. And I promise you, Madam President, we will deliver those weapons. 这场参会时间点，就伫中国宣布3天的宽台军演。麦考尔表示，美国国会会尽力加速武器军售交付。美国原来提供台湾军事训练的协助。副总统赖清德认为，美国肯定台湾的民主，面对中共持续对台湾军事威胁，咱爱国较团结，袂放弃主权。未来呢，我们一定要团结合作，守护台湾的主权，确保台湾的民主、和平跟繁荣持续发展下去。
蔡英文讲，期待台美持续加强安全合作，并且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架构下，双方完成更加侪谈判。台湾人民热爱民主、追求和平，会持续甲美国以及理念瓦近的国家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的总统大选，国民党内打算用定调的方式来决定人选。党主席朱立伦表示，目前国民党爱先团结，佮甲唔是民进党的拢总靠我做伙。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表态要来选总统，互媒体问到敢会和朱立伦合作参选，郭台铭是直接讲无可能。朱立伦批评这款风声是乌白讲。2024总统大选，国民党推派什么人出来？定调作业由原来进行。早起，党主席朱立伦表示，现阶段是整合拿军团结做伙，后一步是恢复大团结。面对传出有可能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形成贵族配，朱立伦谴责放话人乌白讲，造谣中伤、胡说八道。凡是放这些话的人，都是要破坏我们整个国民党的团结。破坏蓝军的团结，破坏我们最后胜选的机会，我们都予以谴责。已经表态参选的郭台铭，早起出席活动的时无接受访问，面对媒体追问，是以多谢回应。也毋过，访问到敢是有听过要甲朱主席搭配竞选，伊真紧回应。让我们过一下，让我们过一下。不可能，等心不够吧？好。黄国祖可能竞选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传出会派官员去美国做先遣部队，再去出席活动。伊回应，新北随时会到各国一直交流学习交朋友。面对贵族配传闻，伊表示朱主席会扮演好无私无我的总教练角色。他一定会凝聚所有大家的共同的力量，来面对国家人民，做出最好的选择。已经表态参选总统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初月尾仔马坐飞机前往美国，展开21天的访问。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出要整合包括伊在内，形成恢复大团结，伊直接吐槽。就反对这种口号，其实有本事就去整合民进党嘛，对不对？我还是反对这种两极对抗。台湾已经大概30年都陷在这个泥淖里面，这样。这个应该是该走出这个泥淖的时间了。这摆郭文哲访问美国时，自由台湾对话之路，在面临国际上中美对抗国内拿了恶斗的局面，伊希望台湾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会当带予台湾上大的生存空间，甲世界各方建立对话平台。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第二核电厂的2号机伫咧3月中停止运转，经济部按算用大潭电厂的新8号机来接续发电，打算延到4月也未开始放，抑阁传出即马爱等到5月26才会当点火。专家是烦恼讲，恐惊卖府伫咧7月、8月放到上紧绷，通来应付用电的高峰。那台电是表示，因会有配套措施。过来是《自由时报》，台南昨有一个27岁查甫人吊颈，互人等伫咧安南病院的门口抢救了后，有关系死亡。听讲这个死者的阿舅就是前一阵仔车祸过身的角头囡仔厂老祖贤。那这个老祖贤就伫咧9当前嘛捌互去年合家88庆案的主嫌，甲等伫咧病院的门口。目前警方已经抓到3个嫌犯，当咧侦办。落尾是《联合报》。清关1号要拼伫咧明年6月紧急授权 EUA 撤销进程摕到药证，不过即马因为疫情已经要收煞，外界伫咧烦恼讲无患者会当来做临床的试验，而且可能佫有预算无够等等的问题。若准无法度完成试验，以后若要用清关1号，可能就要去到国外才袂有。另外，又有民众找头路，叫人关起来做诈骗的共犯。这是伫咧彰化一个民众，那互人做洗钱的人头口做，佮互押去银行替诈骗集团来领贼仔钱。好在在银行的行员警觉有发现，赶紧报警察，抓到诈骗集团的2个成员。
警方广告银行甲诈骗集团4次的嫌犯围调的，另外穿深色的衫坐伫以下的民众，都是去互控制行动线小的被害人。伊甲警方表示，本来是敢找头路，煞互诈骗集团加紧8工，好甲在警方广告银行，被害人才会当重新得到自由。那他们也发现这个户头啊，在来提款的时候，提领这个大额的一个金额的时候啊，发现有异常，那立即通知我们分局派出所还有我们侦查队同仁前往查证。警方调查，线小被害人3月初应征桃园的建筑工人，虽然顺利找到头路，不过一日开始是互诈骗集团带去洗车场工作。3月中，伊互要求去银行开户来转薪水，不过寄金铺提款卡甲银拢爱交公司。听候月底领薪水，发现户头内底竟然有200万，伊感觉奇怪，想要逃走，所互诈骗集团抓到，互因修理搁加金。他就被控制住在日租套房里面。那这段期间一共有8天，包括他的一个手机对外的一个联系的方式都被控制住。警方表示，被害人互人加金期间，各互带去台南一间银行领190万，4月初到中华园林各要领170万。警方接到银行即时通报赶到现场，掠到这个姓池加姓田2个诈骗集团的成员。询问了后，伊才违反伤害诈欺洗钱防治法，也有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并扩大追查是毋是还有其他被害人。记者综合报道。南部的水情是愈来愈暗，伫咧高雄小港就好心的地主，家己牵管线来接山水，互民众会当免费去灌来用。若工业用水的部分，安平的再生水厂月底供水量要增加到2万吨，来应付南科园区的需求。新闻一桶水了后，水管随甩到另外一个空桶继续渗水。高雄小港区一位好心的地主，当年为4-5层楼悬的沙轮接山泉水落来，互民众提水。伫水井接来，这个时阵吸引真侪民众摕桶来排队渗水。欠水就是做细港大家拢来载有诶搁载长的啦，拢照常伫遮排我就排过到伊头。阿公阿嬷食来来将水搬上机车载走。南部水情严重，部分民众设法另外找水源，毋若面向用水食力。科学园区用水需求也真严重。行政院长陈建仁等人车马路人台南视察安平再生水厂，大型再生水厂数量会增加到16座，佮扩张现有规模，希望实现多次循环用水。未来整个再生水全国的在现在计划的供应量，会从每天大概32万吨，会增加到62万吨，会再倍增。据前立委提到的这一些海水淡化的这个努力，我们未来继续加强。3月底正式启用的安平再生水厂，是伫永康再生水厂供应南科高科技产业的第2水源。不过因为南部落雨状况无好，预定4月底起，逐工供水量会为第1阶段的1万吨增加到2万。就此降低南科下出来水需求，希望对台南水情有小可补助。记者综合报道。从去年底到今年3月初，已经几个月拢欠雨水，正可旱正严重。云林县内滴水嘛是损失甲正惨重。但初6农委会是公告，云林县的滴水是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若是净滴水有损失到20%，就当去申请1公顷41000块的救助。今日要滴水横世界看到大气滴甲滴叶啊！云林高县县长的孙同表示，为去年底到这个月初已经几个月无落雨，虽然要压水，不过因为水源无够，互滴叶的成长无顺，也影响整体产量。较少发育慢，到即嘛，这个叶拢还未啥翻咧，还未翻叶。这个滴个这个作物吼，都爱叶会真无生才会发。安尼减济呢咯，减差不多7成啦，只有3成尔呢。县长的孙龙表示，已经差不多6分地滴甲损横，即马面临用要无收成的状况。云林县府表示，为3月中接到不少孙农反映，3月底已经请农粮署、农改场甲公所来勘灾。初6农委会正式公告，云林县滴水是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那目前反映上来已经超过1000公顷有受损的状况了。那我们也申请农委会
的天然灾害补助，农委会也公告了，从4月7号到4月17号受理云林地区的天然灾害损田的补助了。那每公顷会补助41000元。农业处表示，云林县内竹笋园差不多3600公顷，集中伫高溪乡、斗南镇甲斗六市3乡镇。为去年底开始几啊个月无落雨，1/3的笋园受损，呼吁笋农若损失达到20%以上，要赶紧伫申报期间内底申报，来降低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伫咧2018年举办世界花卉博览会，迄当阵原底有做300张刻名的花圃纪念悠游卡，所以因为前台中市长林佳龙无连任，市府佮含厂商有纠纷，所以差不多有144万张卡发布出去。后来市府解决争议了后，即马决定要佮这卡拢发出去。毋过即届就无要刻名，就有民众讲，安尼甲一般的悠游卡嘛无啥物无共，无啥物意义。发表会上公开回博卡的图样。吸引真侪人的目光。2018年台中回博期间，总共制作了300万张回博记名的悠游卡，卡片背面也会印上申请人的名。将台中市长林佳龙当时也讲，回博卡伫咧回博结束了后会转做市民卡，但是后来因为甲厂商合约问题，还阁剩144万张空白卡片无发出。2年前市府解决合约的问题，今嘛要互当年无领到回博卡的市民申请来领。我们是用现卡的就是直接发放这样子，那所以也不会再印上这个姓名，然后那它所有的功能就是跟现在一般悠游卡的功能是一样的。不过，即马要发的回博卡，甲当时的设定无啥共款，除了毋是记名制，转做市民卡的计划嘛，因为市场换人无搁规划。交通局表示，即马回博卡就敢若有甲一般悠游卡共款的功能，但是民众认为，如果是安尼，申请就无什么意义。如果用途都差不多的话，其实干脆不要发，比较就是没有，我就觉得没什么意义啊。刷落来，为4月10号开始，会争取办3个月，看领出的状况，佮再决定后续是毋是继续开放申请。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已经办到第5档的企业射箭联赛，今年同款有6个企业队，佮再加上国家青年队来大车拼。除了有咱奥运、亚运的国手雷千莹、彭家武，也佮有去年全中运的金牌选手黄立成，嘛拢有来参加。老将和新秀互相来刺激，提升射箭的实力。9分，毕竟杭州亚运争取巴黎奥运积分。女子番茄奖国手雷千莹，平时拢伫国训中心训练，也毋过企业射箭联赛开赛，伊会登去舞队新北凯撒射箭队效力。去年新北凯撒摕到队史头1个冠军，伊今年下届当届集选杭州亚运国手李宇轩，带领国家河顶新秀向第2座金杯迈进。不管是比赛也好，不管是企业联赛也好，每一次新的开始都是大家新的一个挑战。大家会把自己的状态准备到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大家互相去切磋，互相去琢磨，然后让自己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像现在观众这么多，也都是非常兴奋。开幕式正方头一摆伫新庄体育园区的草皮进行，现场的风一阵搁一阵，是考验也来累积经验。只让他们试射一趟，在适应上他们可能要更绷紧神经，所以这对他们来讲不仅是考验，也是一个好的体验。协会认为，老将新秀互相竞争，提升实力，和台湾射箭会当伫国际上出彩出调。记者综合报道。刷落来4月11就是世界巴金松日，照着病几率来算，台湾大约有5万到10万的巴金松氏症的患者。虽然目前无药啊会当完全来治疗，不过医生是呼吁患者，同款爱去互医生看，爱来食药啊。日常生活当中，嘛会当拍太极拳来改善症头。 70多岁的詹先生，15年前双手会颤，行路正细步，佫定定会跌倒，互医生诊断是巴金森氏症，好甲再及时用药物治疗，佫逐工维持2点钟的运动复健，即马行路的步伐正稳健。接触到这个巴金森之后，才知道说原来有这么多人啊，所以后来就开始运动啊，让他缓和一下。 医师表示，巴金森氏症较会发生伫60岁以上的长辈，是一种非遗传性神经退化疾病。
较接看的镜头包括手骹一喘、四肢硬正、行动正慢、甲平衡障碍，目前也无药物通治好。啊，毋过最近咱国内引进上新的医疗技术，用免开刀的心波刀，也就是自照超音波烧灼术，会当阻断产生溢出的心经回路，减轻患者出的程度达到90%。目前的这个神波刀呢，其实是利用超音波，然后聚焦产生热能。那可能我们可以在某一个特定的会引起我们手颤抖的那个神经核啊，然后可以在大概50到60度的时候可以把它烧掉。医师指出，目前医界对巴金森氏症发生的原因并不清楚。若做依照成形率来推测，台湾差不多有5至10万个患者。意思是讲，除了规律用药，也当透过太极拳这有氧运动改善镜头，延慢病情退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咧英国伦敦一搭空地啊，有一间厝啊，这是当地艺术家哈里森找无适合的厝来住，才决定要结合大型的粪扫箱去一间小间厝啊，吸引到侪过路人来关注。这嘛显示出，因为通货膨胀上严重，已经互民众洗厝洗袂起的危机。伫空地啊，一个小型的厝徛伫草坡顶悬，详细一看，厝的底座是当地用来装粪做的大型粪扫箱，这就是伦敦居民哈里森住的所在。You know, rent was mad, and even if I found somewhere that was in my price zone, then there'd be 100 other people also looking for that room. 28岁哈里森过去伫国外做艺术工作，等故乡了后，因为住的所在无够，租金个请甲真悬，会决定向艺术慈善机构租一块空地啊，开始请英镑差不多15万新台币，起一个木质半扇形的顶挂，结合大型粪扫箱，起一间伫市中心地区的独立小厝。This is where I sleep. It's actually kind of cozy. I do. One of my favourite parts of the design is definitely the curved roof. Kind of makes it feel a little bit more like a cocoon. And then I've got all my storage down the side. 内底空间无大，有灶骹用简单煮物件，小台冰箱用放细罐的饮料，小小饮水机也用来用。对其便所问题，哈里森做流动便所放伫空地边，方便使用。想要洗身躯的时阵，也骑车到上班的所在，或者是去健身房洗身躯。I've had people that live on the street come up to me and say, look, their kids have grown up here, their work is here, and now with prices going crazy, they're having to move way outside the city and commute back into what is their home and their neighbourhood. 安尼厝吸引不少附近居民的眼光，知影哈里森的生活模式也拢真有路。You know what I mean? But this young man have a great idea of turning it into a home. 英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伫去年10月因为通膨问题达到11.1%，是过去41年的新高。不过薪水却无对咧增加，互民众生活成本暴增，显示出百姓连厝拢洗袂起的问题。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5度到24度，中部地区15度到25度，南部地区17度到26度，东部地区15度到24度。一个有外岛地区11度到2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祝福您顺心。咱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再会。